今日同大家玩一個遊戲，名叫做乜㗎？遊戲公告超進化物語。點解好似小波子玩過嘅？總之唔同小波子，嗱第一章嘅，第一章就叫做起源，第二章叫做外星探索，第三章就係王者之路，第四章就係死亡之家。我哋就玩第一章起源先。我先頭好痛。哇！嚇死我！我張開眼，一群黑色的小生物已互受到了驚訝，全部都係跑開來了，偷偷盯着我看。前面生着怪的雕像，天上還有一個窿。唔使啦。哇！仲有呢個最好睇嘅係佢咁樣個樣啊！火力全開咁咩啊？我點咗啦？唔好啦。哇！火力全開嘅咩？好厲害哦！落華風陣TD。呢啲係其實好似木偶，哇！咩好多張喎？幾關啊？有 V1，衝！什麼？怪獸！你個咩啊？牧師族。
No， 能捉。又係冇咬你，你冇同我冇咬嘢喎。點擊留言，可以留言㗎，係咪留言俾呢啲啊？係咪留言俾怪獸或者作者啊？唔知道㗎，啱啱玩㗎。又我叫做細卡。仔爺，你得咁一啲落嚟點算你？繼續開始啦。又捉又捉，乜又睇又睇，跌落又睇，輸咗。哇！好似推之前，你擊我，我擊你，擊佢。未輸啲怪，彈傻子，哇！輸咗，仲有點啊？有睇，打咩？我啲唔知係邊個講嘅，輸咗。睇鬼片啊！嚟啊！大家等陣先啊！咁就呢就到咁，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